現在帶大家參觀 Deepwater South 922尺。一入嚟長方形客飯廳，門口好大嘅一個可以放一個雜物櫃嘅係櫃位。過嚟呢邊就係廚房，3爐頭加電磁爐頭，蒸爐焗爐全部齊全。呢邊入嚟就工人房啦。出返嚟露台，重點個露台就係2部冷氣就分開咗喺露台嘅兩邊，係唔會影響個客廳嘅視線嘅。呢個就圖證3.32米高，入到嚟傳統房型，2個睡房加主人套房，洗手間、企缸，另外一個睡房，主人房，主人套廁，有浴缸、淋浴、衣帽間。